各位聽眾，你哋好，歡迎收聽6月22號香港新聞整合。以下內容包括本地新聞、國際新聞、財經消息、體育消息、影視娛樂與音樂、數碼科技及生活娛樂等，涵蓋社區脈動與全球視野及生活資訊。以下係詳細報道。本地新聞：國安法5週年。夏寶龍話：國安法係捍衛一國兩制守護神。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尋日舉行嘅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週年論壇上表示，國安法係捍衛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嘅守護神。實施5年嚟，使香港由亂到治，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改善。今年恒生指數領漲全球，港股 IPO 集資額超過800億港元，排名世界第一。佢強調必須確保特區管治權掌握喺愛國者手中，並提出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李家超強調全面貫徹維護國安憲制責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喺國安法5週年論壇致辭時表示，香港需全面貫徹維護國家安全嘅憲制責任，感謝中央喺2019年危機時果斷制定國安法，助香港由亂到治。佢指出，香港現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排名第3，安全城市排名第6，未來將用好穩定局面拼經濟，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陳茂波指，香港金融中心表現亮眼，成國際資金安全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金融中心表現穩步前進，銀行存款總額達18萬億元，註冊基金淨流入逾440億美元，增長近3倍。佢預期未來2至3年，香港可望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資產管理中心。陳茂波強調，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成為國際資金安全港，吸引更多投資者。邱應華話，投資推廣署首5個月助319企業來港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投資推廣署今年首5個月協助319間企業來港開設或者擴展業務，帶嚟265億港元投資及約6500個職位。佢提到，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在港設首個境外辦公室，美國企業數目亦都有增長，顯示對香港同埋大灣區機遇充滿信心。警方拘118人，涉120宗網購騙案，損失逾500萬。警方過去2星期打擊網購騙案，拘捕118人，涉及120宗案件，損失超過500萬港元。騙徒假扮賣家喺網購平台誘騙市民購買演唱會門票及玩具模型等商品，款項存入傀儡戶口。警方建議市民透過官方渠道購票，並選擇當面交收。將軍澳帝景灣單位火警，1人傷，疑涉香薰蠟燭。將軍澳帝景灣琴日朝早發生火警，1人額頭受傷，大約50名住戶自行疏散。火警懷疑由香薰蠟燭引起，涉事單位冒出濃煙，外牆被燻黑，火勢已經救熄。表演場地預訂政策改革，紅館定位改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當局完成檢視表演場地預訂政策，決定改變紅磡香港體育館定位，為長期演出項目及粵劇預留檔期。康文署將公布新措施，優化場地資源分配，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全運會籌備進展，考慮門票實名制防黃牛。全運會香港賽區統籌辦公室主任楊德強表示，距離15屆全運會仲有141日，測試賽提供寶貴經驗，當局將微調賽事流程，為咗防止黃牛票，實名制售票正考慮中，粵港澳3地協調安排，確保觀眾唔混淆。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開放，吸引市民參觀。解放軍駐港部隊為咗慶祝香港回歸28週年，琴日起喺昂船洲、石崗同埋新圍軍營舉行開放活動，展示軍事技能及裝備，吸引市民體驗槍械及觀摩直升機飛行。活動為第35次軍營開放，28年嚟累計接待93萬人次。牛頭角同埋赤柱失蹤男子已經尋回。1名80歲男子刁案人，尋日喺牛頭角彩福村失蹤，今日下晝喺黃大仙龍翔道商場尋回。另1名37歲男子今個月19號喺赤柱失蹤，今日凌晨喺將軍澳培盛路商場尋回，2人均冇受傷，案件冇可疑。吐露港公路4車相撞，8人受傷。吐露港公路往九龍方向，尋日下晝近中文大學醫院發生4車相撞意外，涉及私家車、輕型貨車、小巴同中型貨車，8人受傷，包括4男4女，傷勢包括肩膊同胸痛。
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部分行車線一度封閉，至到下晝3點解封。國際新聞：伊朗衛生部話，以色列襲擊致到400幾人死亡。伊朗衛生部表示，自本月13號以嚟，以色列對伊朗多地襲擊，造成400幾人死亡，逾3000人受傷，大部分為平民，包括54名婦女、兒童及5名醫護人員。以軍稱，尋日凌晨對伊朗武器庫及軍事設施發動新一輪攻擊，擊斃3名高級軍官。巴西熱氣球墜毀，8人死亡。巴西聖卡塔琳娜州大普拉亞尋日清晨發生熱氣球墜毀事故，熱氣球喺半空起火，吊籃墜地，造成至少8人死亡。涉事公司已經無限期暫停業務，搜救工作持續進行。美軍 B-2 轟炸機疑飛往關島，胡塞武裝警告。美國傳媒報道，6架 B-2 隱形轟炸機疑似從密蘇里州飛往關島，或者攜帶炸彈用於打擊伊朗核設施。也門胡塞武裝警告，若果美國攻擊伊朗，將襲擊紅海嘅美國軍艦及船隻。伊朗總統話唔會放棄擁核權利，願談判解決。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表示，伊朗唔會停止核活動，但願喺國際法框架內透過談判解決問題。佢警告，以色列持續襲擊將面臨更具破壞性嘅回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則表示，願助恢復伊朗同美國嘅核談判。4隻旅日大熊貓將於今個月28號返華。日本將於6月28號歸還4隻大熊貓，包括24歲雌性大熊貓良彬及其3名女兒，佢哋將送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尋日大批嘅民眾前往和歌山縣園區道別，儘管需隔玻璃觀看，熱情不減。西班牙羅里達山火燒毀逾400公頃嘅土地。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羅里達地區發生大規模山火，至少燒毀400公頃土地。火勢因為高溫同埋強風難以控制，當局出動逾50支消防隊伍，居民被要求避免外出。87名中國公民從伊朗撤至阿塞拜疆，喺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協助下，87名中國公民琴日清晨從伊朗抵達阿塞拜疆首都巴庫。中國駐阿塞拜疆使館同埋當地華人商會提供協助。撤離人士表示感受到祖國嘅堅強後盾。特朗普話或者同哈佛大學達成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可能喺1星期內同哈佛大學達成協議，形容對美國非常有利。佢指哈佛喺談判中表現恰當。早前聯邦法官頒令禁止政府撤銷哈佛接收國際學生及學者資格。日本取消同美國2+2安全會談。據報，日本因美國要求將國防開支增至國內生產總值3.5%，取消原定7月1日同美國嘅2+2安全會談。美方要求高於此前3%嘅建議。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未有評論。財經資訊，美股收市變動唔大，科技股拖累大市。紐約股市琴日收市升跌幅度唔大，道瓊斯指數升35點，報42,206點；納斯達克指數跌98點，報19,447點；標普500指數跌13點，報5,967點。重磅科技股 NVIDIA 下跌逾1%，市場關注以色列同伊朗局勢。美元兌日元升至3週高位。美元兌日元尋日升至146.1，創3週高位，但對一籃子貨幣嘅美元指數變動唔大。美國國債孳息率下跌，10年期國債報4.375厘。投資者因為伊朗衝突持續，增加對避險資產需求。港股美國預託證券普遍下跌。美團、騰訊、小米同埋阿里巴巴嘅美國預託證券，尋日較本港收市跌近1%，多隻內銀股嘅預託證券亦都下跌，反映市場氣氛偏淡。體育消息：世冠盃，法林明高3-1反勝車路士。世冠盃 D 組，法林明高以3-1反勝，下半場有球員被逐嘅車路士，兩戰全勝，積6分排榜首，車路士積3分排第2。C 組賓菲加6-0大勝奧克蘭城，積4分領跑。奧克蘭城兩場失16球墊底。利物浦破紀錄簽德國球星沃斯。英超利物浦從利華古遜簽入22歲德國球星沃斯，轉會費高達1億英鎊，打破球會紀錄，合約為期5年。沃斯表示目標係助球隊衛冕英超，並喺歐聯走得更遠。影視、娛樂與音樂。夜黨探討黑箱交易，姜河拿卷吸毒案。
韓片《野黨》由姜河娜、劉海鎮同朴海俊主演，講述毒品交易牽連腐敗檢察官同埋總統候選人嘅故事。影片4月喺韓國上映，累計337萬入場人次，成為今年韓國最賣座電影，超越《職業特工隊》，最終清算。南宮珉新劇《我們的電影》收視回升。南宮珉與全宇彬主演嘅 SBS 新劇《我們的電影》首播收視低見3%，近日第3集反彈至4%，但仍然不敵 MBC 同時段劇集《勞務司勞務鎮》嘅5.6%。香港觀眾可以 Disney Plus 及黃 Viu 觀看兩劇。日媒指國分太一停工涉性騷擾，日本男團 Tokyo 成員國分太一被 NTV 電視台指違反規定，無法繼續主持《The 鐵腕 Dash》。佢同時辭去5個節目主持職務，並無限期停工。NTV 未透露具體違規問題。The Boys 周學連捲性交易風波，明日花綺羅否認賣淫。韓團 The Boys 成員周學年被指同前 AV 女星明日花綺羅密會及性交易，遭事務所解約及退團。周學年否認犯法，將提告韓媒。明日花綺羅亦都否認賣淫，指照片由周學年粉絲賣俾周刊文春。畢比特新片 F1 電影挑戰壯志凌雲2票房。由畢比特主演嘅 F1 電影獲 F1 官方同10支車隊支持，成本達3億美元，將喺6月26號喺香港上映。導演約瑟夫科辛斯基前作《壯志凌雲》獨行俠票房近15億美元，新片備受矚目。王力宏北京演唱會，李治廷任嘉賓。王力宏北京巡迴演唱會前晚開鑼，嘉賓李治廷被稱小王力宏，兩人外貌相似，引觀眾驚嘆。王力宏笑稱李治廷係異父異母雙胞胎，台上互動幽默。陳柏宇任 ViuTV 音樂選秀節目評判。ViuTV 音樂選秀節目 Chill Club X The First Take The Stage of Voice 前晚錄影素人組決賽，陳柏宇擔任評判，參賽者挑戰 The First Take 拍攝特色，勝出者將登日本 YouTube 音樂頻道演出。黃秋生為不赦之罪謝票，盼票房破千萬。黃秋生尋日聯同蘇玉華等不赦之罪演員到戲院謝票，表示連日謝票雖累，但見觀眾反響熱烈，辛苦值得。佢希望票房衝上千萬，為影業寒冬帶嚟暖意。數碼科技及生活娛樂。卡路士金屬雕刻展覽，中環展出逾30件作品。澳門及香港成長嘅混血藝術家卡路士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任客席講師，其鑄刻碎畫《金屬之詩》展覽喺中環舉行，展出逾30件手工金屬雕刻畫作及版畫，涵蓋多個主題。陳豪全交收入與太太唐詩詠羨慕陳茵媺。視帝陳豪與事後唐詩詠尋日出席財富管理博覽，分享理財心得。陳豪表示收入全交太太陳茵媺管理，無私己錢。唐詩詠自稱穩陣派，偏好投資物業減風險。袁偉豪同張寶儀出席慈善步行。袁偉豪琴日同懷孕5個月嘅太太張寶儀同埋個仔袁咕碌出席沙田慈善步行活動。張寶儀表示今胎反應較大，但參與活動冇問題。袁偉豪話未來數月將密切照顧太太。江嘉敏透露離巢 TVB 原因。江嘉敏接受商台訪問，透露今年2月離開 TVB 前同高層商討，認為30歲係嘗試新事物嘅時機，盼拍音樂劇同電影。佢表示唔續約時未有後路，需鼓起勇氣。陳慧珊否認退休，盼同林保怡再合作。陳慧珊喺 TVB 劇《刑偵12客串》否認退休傳聞，只因林保怡邀請而出山。佢同林保怡係《鑑證實錄》經典 CP， 兩人希望合作拍《鑑證實錄2026》或者《刑偵12》續集。天氣報告。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漸轉天晴，天氣酷熱，氣溫介乎28至33度，相對濕度大約60%至90%。市民外出請注意防曬同埋補充水分。資訊聲明：新聞來源為香港電台同埋明報，而財經、體育、娛樂、科技等資訊源於各資訊平台綜合整理，內容已全部經過核實。我哋將每日為你報道最新新聞，請繼續關注我哋嘅更新。感謝你收聽今日新聞報道，祝大家度過愉快嘅一日，聽日再會。